今日即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8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16到23节，撒母耳下传13章20到36节，马可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外邦的救恩。初代教会捌因为外邦人是毋是会当得救，或者是讲外邦人是毋是爱先接受割礼，才会当成做基督徒的即个代志来吵甲甚至爱召开迄个第一摆的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咱咧讲的大公会议。外邦人是毋是会当得救？基本上，牧师认为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只不过是因为犹太人摕来排斥其他人的一个理由。就咱咧讲，连出世伫加利利的耶稣，嘛去互主流的犹太人所排斥。这市长甲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讲：“你敢嘛是出伫加利利吗？你去查考看卖，你就通知影加利利无有出过什么先知。”这是伫约翰福音第7章52节的经文。就连这个腓力要介绍耶稣互伊的朋友拿但业，拿但业嘛安尼咧批评讲拿撒勒佫会当出什么好的吗？这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46节。咱莫讲即个新约啦，其实伫旧约的圣经有记载几若摆有关外邦人得救的代志。咱简单来举几个例来思考毋免甲全部啦第一例就是咱咧讲犹太人咧讲的因的即个受呼召的始祖就是亚伯兰。当亚伯兰还未跟对上帝进前，伊嘛是一个毋捌上帝的外邦的国家的所在人。另外，咱也对出埃及记的记载中间，伫出埃及的队伍，其实即内底有其他的族裔，也就是讲，伫和合本的经文讲是遮个杂族的人啦就是讲其他族群的人安尼啦过来，咱会看见伫出来及了后，约书亚甲迦勒伊入去伫即个耶利哥城咧探路，即中间得到即个基路拉合的帮赞，因为帮赞上帝路途，所以得救。那么伫旧约中间看见到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路得，伊毋但得救尔，伊后尾佫成做即个世系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咱嘛有看到一位叫做乃曼将军呢，受到医治，受到拯救。伫福音书的中间检采。咱咧讲上明显的就是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讲耶稣养饲5000人以外，佫一届的养饲。这个养饲是伫马太福音15章32节到39节，甲今仔日的经文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摕7个饼，佫有几尾细尾鱼仔。来养饲4000人食饱，然后将剩的食米捡咧，佫有剩7人。这个7人代表迦南地的7个外邦族群，也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临到伫以色列人12个支族，也临到外邦7个支族。耶稣基督将属灵的救恩譬如做永远袂喙干的活水，也譬如做诚做迄个永远袂过枵的饼。
氧气5000人，或者是氧气4000人，拢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刺巴遮个人，才代表全世界。上帝的救恩是以色列人，也是外邦人。所以，咱知影伫今仔日，以色列人以外有济的所在，济的族群，非以色列的基督徒，拢受到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期，其实所有的选民拢入捌上帝，伊嘛对旧约的预言知影迄个救恩的应允。但是所谓的外邦人，因拢无了解，像毋知影上帝，也无领受着救恩。安尼就是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时阵，这个救恩就是要互一寡非选民，因为因还毋捌上帝。伫阮的家族，原本底嘛是非基督徒的家庭，伫台湾。阮的家族会诚做基督徒的家庭，是因为阮的阿祖，也是过阮的阿公，伫迄个时阵破病，着找足济的遮个江湖术士啦，也是讲遮古早来讲的医生吼，伊无法度得到医治。后来因为宣教师的关心、祈祷，搁上帝医治。互阮的阿祖甲阿公的病来得到医好，然后就接受了救恩，成做基督徒，影响阮规个家族。阮阿公你即请嘛，后来成做传教师，伫上帝教会伫服侍，家族嘛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牧师真爱用即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来思想基督教的救恩。伊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因，叫一切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反倒得到永生。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降世，毋是要定人的罪，是要互世间人因为伊来得救。才讲世间人全部吼。所以信伊的人袂去互定罪，无信的人才会去互定罪，因为因无信上帝独生囝的名。咱来想看觅，倒转来伫今仔日的经文，迄个外邦的4000人拢食饱，因为得到救恩。迄个被称做群，也是赢的鬼附身伫外邦人的，即个外邦人嘛得救啊！迄鬼魂进入伫即个猪群内底，所以咱知影讲，迄个愿意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拢会通得救，就是遮尔简单。所以今仔日咱嘛会当开喙来试看觅，上帝来求讨伊的怜悯甲救恩。因为保罗甲咱讲，你若喙承认，心相信，你就要得救。所以邀请咱试看觅咧，救恩已经临到伫你我的门口。即个咱只要开门，就是开咱的心门。然后咱就会当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